你最近咪聽到市場上話早2個禮拜開咗個政治局擴大會議嘅？係有冇聽到啊？聽到，不過你講嗰個即係細節啦。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嘅政治局擴大會議係咩事開啊？逢係中共共產黨嘅歷史咧，逢係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咧，就一定有大事嘅。嗯。但早個零禮拜開嗰次咧，大家都未知咩大事噶嘛。第一次開嘅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咧，就1927年12月，就掃毛澤東落台啊！知唔知啊？係。相傳翻歷史啊！第二次召開嘅咧就1937年啦，又送另外一個來。譬如我哋改革開放咧，就第3中全會嘅會議咧，就係進行嗰個改革開放噶嘛。第一到擴大政治局會議咧，就另外一件事嚟噶啦。所有嗰元老派啊，行埋出晒嚟開會噶嘛。哦 ，OK。黨內嘅呢個係共產黨嘅傳承文化嚟噶，所以呢次開政治局擴大會咧，大家遲啲咧有大事睇到噶啦，有好嘅變局啊，好事嚟噶。哇！唔係博士你提起啊，唔係博士你提起咧，我都諗唔到呢個即係咁重要嘅新聞喎，因為博士好犀利喎，嗰個中共嘅黨史咧，你已經去到1927年，你都仲記得喎。